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8月20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，我是丁雅纯。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？民间发起游行，诉求行路的安全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为着交通问题回信咧，3个总统参选人甲各大民众到场发表意见。天气热，国内鸡卵产量变少变细粒，计小歹，所以来开学界供应给学校，农民讲卖卵拢欠钱，拢了钱，要求卖个动员起价。中国展开军演，24点钟来到27只军机飞过咱台海中线，但国防部冇公开咱派出战机有海军咧监控的画面。新闻头家先来关心，今仔日有民间团体发起凯道游行，诉求交通的安全。5月迄阵啊，一个号车弄死的3岁查某囡仔的老爸，专工为台南上北来参加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到场接受民团的5大诉求陈情书，嘛针对政府无提供好的交通环境，鞠躬回示咧。虽然落雨，集会民众分做3大队，下晡4点准时出发。这场由民间团体发起的旱路和民大游行，现场捌雨规通倒，不过未少民众唔惊雨来支持。希望能在那个台湾人在交通上面能够更友善一点，因为有很多台湾的交通问题，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去做。台湾交通问题，政府漠视很久了。那像前2天才又公车撞死了一个人。5月中，对妈妈穿过8条线，不幸火车弄死姓伊的查某囡仔，伊的爸爸嘛透早为台南开车前北参加游行，派查某囡仔发生车祸时阵的派头啊，强忍悲伤，敢若希望莫阁有无辜的性命因为交通事故离开。所有人，不管2天前是我女儿小佳薇的生日，我买了一件衣服送给她当生日礼物，我也替她许了3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他有吃不完的东西，喝不完的饮料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所有关心小佳薇的人都可以平安。第3个愿望是，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跟小佳薇一样，我买给伊衫裤，伊穿袂到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应邀出席活动，收下由小朋友交的陈情书，对各界指责政府无做好交通安全，一类回息的马线路会加速改善。在过去，在整个交通安全或是行人路权所跨的部会，或是中央跟地方，这个权责比较不清楚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在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里面，就把它写清楚。像路口瘦身，还有我们的人行道拓宽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目前，因为像台南女童事件之后1个月内路口就有做改善了，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路口改善的这个计划，应该是能够最快短期内能够最快做到的。行人令希望推动联盟强烈谴责即马的人本交通工程欠缺，呼吁执政者展现决心甲魄力，改革整体交通环境。希望在2030年，互道路行人死伤人数减1半，并在2040年会当达到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游行活动只是开始，未来会继续监督道安政策是不是有落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场诉求交通安全的游行，3个总统参选人和各大民众去参加。路政就是讲目标要摒2024行人零死亡，还有尤其是发声要洗掉行路地角的歹名声。那大问题是批评政府拢黑白开钱，煞无改善交通的效果。郭台铭是呼吁驾驶爱家己培养听、看、听，让人先行习惯。路大雨，各党总统参选人应邀出席行路有民游行活动，提出道路安全政策。民进党赖清德强调会秉持以人为本、智慧科技2大原则，也提出3大承诺，希望达成2045年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预计在2030年将死亡能够降低50%。到2040年的时候，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，能够达到零死亡这样的目标。民众党高本体批评政府面对问题最大一方法拢是压钱，道路交通安全不应该当作口号。面对问题在当今政府也不可能不做事，只是说
他们的方法从来就是傻逼的，推动那个第13期道安方案花了12亿，这个钱花下去以后车祸死亡人数反而比执行之前还高啊！国民党侯友宜表示，台湾的交通安全挑战是真大，呼吁找回行人的尊严甲快乐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家己散步，差点仔互大车弄到围里，呼吁开车的人养成停看听的习惯。在这个状况底下，不要忘了，我们必须要车让人，强让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还给下一代，找回行人的尊严跟快乐。人行走斑马线的时候，我要劝所有的，不管你是开车的、开公车的或骑车的，一定要停停看。大安政策台顶大比拼新法度得到认同，等待选民的检验。郭台铭也澄清，不管邀请侯友宜也是郭文铁林嘉宾，也是要辩论，拢是希望团结对外，更加以此局牵涉美中甲经济。搁再向郭文铁发话，实事不假为总结。比看作为，以我无放弃两人合作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过道对流正往湘北桃园拢发布大雷雨特报，伫新北市9个地区嘛发布1级的淹水警戒，带大家来看下晡的画面。过道的雷阵雨落甲正凶正粗，伫新北的三峡北大地区，车路是淹甲变水路。伫三峡老街积水嘛有超过半个连啊遐悬，好真侪游客拢得爱撩水。另外，伫邦桥的港仔嘴河堤是传出有车掉伫咧水里，好佳在确认是无人受困。若新庄的幸福路嘛有积水，邦桥的大关路地下道甚至淹甲爱暂时禁止通行。再来看嘉南的大武仑沙堡连续发生3件都市意外，紧急封锁这个海边啊1礼拜，即马就有个点头拢希望会当赶紧开放，互因个会当做生意。不过嘉南市长郑国牛今仔日去勘察，对省水的防护措施无满意，决定得爱等待改善了后才要开放。拜六下晡，嘉南出名的耍水景点大武仑沙堡完全无游客，嘉南救生人员伫个海上沙堡来回确认，因为进前这个所在一天内发生3件洪水都市的事故，不也紧急封1礼拜到20，所以连带影响4周围商店的生意。这礼拜无啥赚就对啦。系啊，都有准，都有准个咩？一年就是靠这3个月日头食尔，即摆佫安尼休困了，根本就无人有溺水，这根本就是讲你这人管理的问题，当然是要检讨。店主毋望海沙堡赶紧开放，毋过嘛知影安全第一。市政府目前规划将本来离岸90公尺的警戒线缩短到剩55公尺，嘛增加救生人员加救护设施的设置地点。我现在是怕警戒线，你们说那边会有180，万一一个小孩在警戒线附近碰到问题。你要从那么远回来，或从这边出去。不过到现场勘察，嘉南市长谢国良看到相关的配置也无真满意，要求爱搁加强改善，一定爱安全无问题才会宣布开放。因为大武仑沙堡海峡过去10年来已经夺走36条人命。一切是希望朝如期我们所说的那个日期去开放，但是最后还是以我们的公告跟正式的新闻通知为主。我们会把我们救生机制做好，但是遵守警戒线才是相对比较安全。谢国良也讲，落水禁令解除了后，一定会加强宣传水域安全，并严格管制民众唔通超过警戒线耍水，无要互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天气实在真烧热，国内市价成本悬，不过鸡卵的产量变少变细粒，价销嘛变甲无介好，农民怨叹卖卵拢咧了钱，要求农业部着卖搁再动因起价。那农商甲市价协会嘛，按算伫咧2月要开会讨论鸡卵敢要起价。鸡卵伫真侪人的生活中袂使欠缺，尤其是抑搁咧成长的学生囡仔。全国中小学到底要开学啊，即马传出国内的鸡卵供应也无够，营养午餐的用量可能受影响。农业部畜牧司是讲，因为有安全库存，供应无问题。开学的时候以后的需求会比较多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6000万颗的安全库存量、滚动的库存量，所以整个需求是够的。如果蛋贵，当然会影响传产业者跟学校的使用意愿。农业部上次的做法是用进口蛋来让市场的需求先满足，那可以有所谓的国产蛋可以调拨给传产业者做使用。农业部公布鸡卵每天的生产量维持113500箱，不过两家协会估算，实际日产量差不多是10万外箱尔，每天供应也欠缺差不多1万箱。
官方甲民间的统计有前差。另外，因为两家饲养成本增加，两商家养鸡协会议定要伫26开会讨论两家是毋是爱调悬的代志。有两农是讲，其实介绍早就应该调悬，啊，毋过大家两农甲两商提出要调悬的需求，农业部就会施加压力，要求袂使起价。咱大本即个目前是还佫无够啊，气候的问题吼，过热伊鸡啊状况歹，若袂熟，伊成本悬啊，生会两歹，所以了开会时，大家会反映讲爱起，这是农委会硬动，一直压抑这个单价，一直压。两农单秋地表示，因为气候烧热，互两家毋食饲料，所以生能量下降，卵较细粒，卖了嘛较差，佮加上饲料的成本增加，希望农业部互两价，互市场来决定定价，莫佮打压。对两农指控施加压力，农业部表示，并无政府部门要求袂使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国19开始伫咧台海周边军演，24点钟内就27只军机飞过海峡中线，而且佮飞真久，正长手。咱的国防部嘛有公开咱派战机去因应，佮有海军咧监控的画面。学者就表示，中国这就是咧试探咱的底线，因若国军公开监控的影像，会当对抗中国的宣传战。海军电担任人员监控强军持洲南的动向。副总统赖清德最近出访巴拉圭，期间经过美国纽约甲旧金山，随即强军东部战区19开始伫台海周边军演。国军除了海面兵力应对，空军的战机也加强战备巡逻。F-16战机甲 IDF 战机紧急升空，地面部队是加强区域联防。19到24小时内，国军侦察强机45架次，强艦9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27架次强机超越海峡中线甲伊的延伸线，强机更加在中线东边的空域进行较长甲较久的飞行。学者分析，强军伫测试咱方的反应甲底线，由强军定来对台湾进行临时作战。即摆国军公布监控强军的影像，对着巡回信息检出的权有帮助。他很多时候会透过不同的手段的行驶方式去测试我方的红线，还有我们是不是会在特定的地方退让，那让他们可以再更进一步。首先把我们手边的情报用比较公开透明的方式率先发布消息的话，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去破解对方的手段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表示，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压力，并且转向甲台湾对话。美国也继续监控演习情况。而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·施尼策是表示，若中国出兵台湾，德国必须减少甲中国经济联系，来避免真正冲突的时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乌克兰19伫咧一间剧院进行无人机的会议，说互罗西亚射飞弹拍迄附近的广场。嘛，因为迄当阵有真侪人要去参加教会活动，被虎疏散，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。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的行为实在太卑鄙。停伫剧院头前的车辆，车窗已经破去，向前行会当看到满地拢是建筑的残骸。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19受到乌克兰的飞弹攻击，因为飞弹弹到市中心广场的时阵，有真侪人打要去附近的教会参加节庆活动，所以死亡甲受伤的人数超过100人。Сидела на рабочем, была на рабочем месте, и за секунду взрыв, и плита упала мне на голову. Я была со своей подружкой. Она зашла просто в гости на 5 минут ко мне. Если б не она, то я бы, наверное, не вышла. Она меня вытягивала. 飞弹威力影响到剧院甲周围的建筑、车辆甲公车，玻璃碎片甲建筑残骸散到满涂骹。就连剧院的厝顶嘛受损。但当时剧院内底正咧举行无人机的相关会议，有真侪无人机制造商、飞行学校的代表甲使用过无人机的军事人员参加。Сьогодні ворог ракетним ударом обстріляв наш Чернігів, пошкоджений музично-драматичний театр, пошкоджені будинки навкруги в центрі міста. Станом на цю годину ми маємо 7 загиблих, в тому числі 1 дитина. 伫瑞典做外交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，谴责俄罗斯的攻击真恶极卑鄙。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雷曼科是表示，伫飞弹弹到广场进前的几分钟，空袭警报就开始打，互伫街仔路甲剧院内底的民众紧急到防空壕避难，才避开这场攻击。若无死伤的人数有可能更较侪。公视新闻台是唐平友。西非国家年日发生军事政变，要过1个月啊！西非经济共同体组织也表示，无排除要出兵来解决。
即马年这个政变头人蒂亚尼将军就强调，因要互权力的过渡期超过3冬，嘛表示愿意甲去年这个代表团沟通。不过伊嘛放调讲，若是要动用武力，袂遐尼简单就收煞。这是7月2日尼日发生军事政变了后，总统贝佐梅支持者要求军方放人。15个国家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，佮一度伫奈及利亚召开经济峰会，无排除出兵来恢复尼日的行政秩序。也毋过尼日政变领导人蒂亚尼将军态度是真硬，发表12分钟的演讲，批评受到西非金融体的非法佮无人道的制裁，宣布要展开30天的全国对话，以提出具体建议，提升行政生活拍基础。表示这场权力过渡未超过3冬。S'attelleront dans un délai de 30 jours à formuler des propositions concrètes devant conduire 1. à définir les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vant régir notre transition. 2. à définir la priorité de la transition dont la durée ne saurait aller au-delà de 3 ans. 因为西非金融体代表团已经到尼日，决定用最后的外交手段见受到罢黜的总统贝佐姆，才决定是毋是要采取军事行动。对此，蒂亚尼嘛强调，若是有人想要发动攻击，结果会无像一寡人想的遮尔简单。公视新闻台是同朋友。镜头转来看国内台北市，昨又搁伫咧中山区一条巷仔出现道路破空的问题，目前是已经吞起来啊。不过台北市最近连续咧发生道路破空的事件，嘛，互议员咧质疑车路的品质。因为干部局是回应讲，有建议相关的防护措施，嘛会加强来顺道路甲地下暗坑。工人操作乌土机无用的时间，因为19暗时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2段159巷仔口的路面，熊熊小范围崩塌，出现一个长跨深过1公尺的坑。经过透明灌浆，塌落去的所在已经吞平。20透早，工人持续用点仔架加补强。台北市新工处是讲，出现这大坑是因为路边的水沟破去，造成土沙冲蚀，路面才会塌落去。水利处后续会进行沟底的修复，按过附近的居民甲游客也是会淡薄烦恼。因为从中部上来，其实看到台北市这一阵子有陆陆续续看到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觉得。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。因为这已经是台北市将近100天来出现第4个大坑。5月伫信义区中德街发生第1件，判定是附近建商误破连续壁引起的。第2件是台东区南京西路的大坑，因为淡水河海流甲污水管破坑。第3个是南港的大坑，因为排水箱连接水管煞脱管。状况是连续发生，互台北市议员伫质疑今年的道路养护预算有20多亿，是安怎道路品质煞互人烦恼？管线的部分，这个地方毕竟是在地底下，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情况啦，所以这个路面品质我们可以确保是一个没有问题的。工务局指出，已经拟定相关的防范措施，会加强定期道路巡查。水利处也会针对公路暗坑多方面做伙做，要避免塌落去的情况再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嘉义新港有一对相依为命、聚会无仔囝大做伙，半暝煞撞到火烧厝。70多岁的后生重伤，也那90多岁老母不幸死亡。敢若是后生为着要赶网虫伫田里烧物件，才会无细字引起火灾。大火甲高烟一直冲出来，消防人员接报了后，赶紧来拍火。这个火烧厝发生在20透早2点外，嘉义新港乡一间砖仔做的铁甲厝，敢若厝主为着要赶网虫，烧顶仔卡的废弃物，无细力引起火烧厝，造成厝主双手甲肩胛头3度烧烫伤。而家大斗阵的这老母被发现时已经无喘开心跳了。于屋外最内侧角落发现一名女性蹲坐地面，由双辅分队人员带出。此人为屋主母亲，女性92岁，呈现乌卡。厝边讲，厝主是70多岁无结婚的男性，平常时甲90多岁行动无方便的老母大斗阵，无仔囝是相依为命。平常时真少甲厝边有来往。有学者分析指出，台湾2025年即要迈入超高龄的社会，像这种老人照顾老人，下久也是会愈来愈多。两个常常拢独居老人啊，你两个大做伙，都70多去95啊。他们可能
长期孤立、长期互动，然后都不想被人叨扰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外界的这些系统都有可能需要再加把劲。阿姐强调，随着个人化家囡仔生少，真侪家庭有面临长期照护的问题，建议政府应该积极启动邻里的关怀甲通报系统，互长期照护家庭知影讲做无困难应该安怎寻求协助，才法度避免悲剧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客家因过出产真侪黄麻，用来做真侪生活用品。即马互塑胶取代了后，黄麻的产业就强要消失去啊！有地方的青年就规划活动，佮结合台语的教学，互大人囡仔做回来了解黄麻的产业，传承在地工艺甲文化。几片黄麻田头起先去田内甲采收起来，到处带大家要做伙做麻绳啊，要互因体验做农村的石头。做麻绳的流程真够工，就要先甲黄麻的皮取落来，再佮用菜刀取实物的纤维，甲摕去芳绳啊。另外，甚至佮摕黄麻叶啊来染布，来参加的大人囡仔拢讲足新鲜。泡麻就好整。黄麻的活动也是很特别啊，所以选工也让带小孩来体验。现在本身我们自己也没有体验过啦。黄麻因过当摕来做真侪生活用品，即摆甲罕看到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早前台南客家是黄麻重要的生产地之一。毋过到当互塑胶制品取代，种个人就愈来愈少。在地青年陈义军认为，若消失去真拍算，所以开始呼吁黄麻，佮结合台语办活动，俾互大家认捌在地文化。有的专有名词，其实咱用国语翻译不出来，所以像麻油啊、麻椅啊，台中甲台南讲法就无共，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使一边台语，一边去熟悉无共所在的文化。地方真拼说呼吁，包青年咧推测用黄麻做环保的产品，互黄麻用途更加多元性。因上大希望就是甲黄麻这个产业恢复正常的光景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中华乡土作家洪胜虎伫1978年有发表一篇叫做《五土》的小说，来讲做田人卖土地，互爸母去治病的故事。后来有拍做电影，而且对迄当阵咧讲的东华腔是特别讲究，咱做回来听看卖。水星啊，如果我会记得，对那好别人唱歌，就总讲啊去地府土，来去我土出来。这是正生文化工作室改编作家洪胜虎1987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五土》翕的电影。主角马水生的老爸，伫日本统治时代冒险开垦来的土地，煞尾因为时代着喜乐，不得已爱卖土地换钱的故事。毋那场景道具真讲究，剧中台湾腔口嘛重现当初的东华腔。迄阵咱离邻遮诶，较外海口的，还是东华腔。我感觉这个部分是阮咱做文化的保留最重要的物件，因为毕竟是迄个时代的故事，阮咱做伙会记得这东华腔，这个腔口曾经伫这个土地上比较有存在过安尼。这出电影为电影调查、访谈到实际翕影片，头尾用将近2年的时间完成，邀请国家文艺奖赵宗麟、王英如等人演出，搬出家族甲土地情感的故事。连迄东华腔真正是拍这个片上困难的所在，嘿，因为迄腔甲平常时讲的拢无共款，啊就特别歹记。是咱用甲咱的历史啦，咱古早时代的咱一寡生活啦，拢透过这个文艺小说啦，啊是咱的影像戏剧啦吼，安尼咱敢若记忆共款留落来。正生文化工作室表示，洪胜虎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袂少创作题材拢是当年生活改编，嘛是记录台湾历史的一部分。希望透过改编文学作品，用影片互更较侪人认捌台湾过去的乡土故事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25度到35度，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，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。
一个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。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